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找我的姑娘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听。麻花糖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铁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站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来啊啦，来啊啦！早唔惊，晚唔惊，竟然要出门才咧惊。喂，您好，您在中华电信的门号0911-387-487，电话费未缴，请尽速缴纳。或按9，由专人为您服务。这嘛咧真暗，我当时有这支号码。你好，喂，借问一下，恁拄则讲的迄支电话号码，毋是我的呢？你是毋是混唔对去啊？阿伯，你的资料可能互人甲你偷用去，你稍等一下，我帮你将电话转互检察官。台北的秋天来了特别紧，将近得要6点，秋日的天色豆豆啊暗落来，凉冷的风无时停，一阵一阵吹瓦来。伫台北警察单位食头路的杜秋官，下班行出办公大楼，伊甲外头的暗岭友安，为日龙街行到石牌路2段正弯，直头行向石牌仔捷运站。可能是天暗的缘故，伫捷运站的面头前，要为东华街行过西安街的坎站，熊熊一台黑色的面路撞过来。好佳在车冻点啊！杜秋官倒手举起来，甲胸坎大大的。无惊，无惊。当当回魂过来时，黑色的面路早就走甲无看影。杜秋官想起眼前的情景，就亲像伊细汉5、6岁仔的骹兜迄个同款。阿嬷，你要去倒？我嘛要去。你真爱对路呢，大条路爱细里哦。杜秋官的故乡伫台南归仁，出门口前是一条大通路，车辆多，不时喇叭叭叭叫。
迄天，杜秋官对伫阿嬷的骹床后，伊嘛差一瞬仔，互一台奥多摆弄着。秋官啊，叫你爱说你，拢无在听。好佳在，迄阵阿嬷拄啊好伫身躯边，紧出手甲秋官揽我过来。不离过，秋官互雄雄撞来奥多摆惊一条，三魂七魄毋知走倒藏，讲话戇神戇神。阿嬷，阿嬷，哎哟，规工爱失神失神，我看是去惊着，爱来去收惊较有影。阿嬷带秋官来庄仔口找红头仔师，秋官徛伫神坛头前，红头仔手举香，拜咧拜咧，一直念。天清清，地灵灵，拜请五路四海众神明，拜请众神来收惊。刺惊牛惊虎兔灵抓马羊，高鸡到底惊，请惊人惊路头路尾惊，唔惊无惊无惊无怕兄。12条元神招转来，在本宫在本命，收起起收利利，风神恶煞跟出去，无惊无惊，秋官啊三魂七魄拢转来，踢！红头仔举香，甲伊的胸坎前后打打咧。秋官伫单前坐一困，规个人才豆豆啊清醒起来。佳在哦，秋官无惊无惊。收惊拜拜已经是真久的代志咯。秋官回想起这世人上介疼伊的阿嬷，已经过身伫要爬动，骨头早就好拍鼓咯。各位旅客你好，本列车开往左营。沿路往去的车站有台北、板桥、台北车站月台顶，秋官一个人搬行李，坐伫这帮开往台南的高铁内底，一路回想细汉时阵的往事。迄个秋天，伊拄为徛伫乡邻的新丰高中毕业无偌久，当时考调成功大学甲中央警察大学。秋官伊无打算阁添加厝人的负担，所以选择读设伫龟山的中央警察大学。就伫要去学校报到的进前2礼拜，倒伫眠床顶半冬较过的阿嬷煞来离开世间。阿嬷的后事办煞，杜秋官随上北去龟山读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伫警察大学4年的期间，杜秋官的表现真互学校的老师学乐。165反诈骗专线，你好。杜秋官伫办公室接电话详细、亲切，阁了我权威。但是下卡这个电话的代志，通常拢毋是好事。小姐，当害了啊啦！我可能去拄着变成了集团啦。对方出声，听起来是一位讲话骚声中年办事的查甫人。为伊讲话口气，听会出来不止啊着急。
树官冷静处理应话。先生，你先莫紧张，甲代志经过豆豆仔讲互我听。是安尼啦，早起我本正要出门，行到门口，听到厝里电话咧嚷嚷叫，我就回头入去接电话。然后咧，我话筒举起来吼，听到电信局讲我顶月这个电话钱无纳，叫我迟到，接服务人员，我心内想讲，电话钱我明明才纳无几工，他会讲我无纳咧？到甲试落了服务小姐讲我补一支电话号码无纳钱，我甲讲，迄支电话号码都毋是我的，伊讲我的资料真有可能漏泄出去歹度用电话转互迄个另外一个检察官啦。杜守官真有耐性，听中年查甫人一段落落长的话语，趁对方喘气的浪芳插话入去。迄位检察官，敢有甲你讲啥物话？是安尼啦，迄个检察官先问我的名姓、生时日月，搁身份证号码，搁讲要替我调查看卖，搁问我即马咧食啥物头路，口座内底有偌济钱？我甲讲，都已经失业要规冬的欠长内度咧过日，即阵口座内底敢若剩2-3万块，落尾伊讲调查了，会搁打电话互我啦。伊敢有叫你汇钱，也是家钱领出来交互伊？无咧。好佳在，对方反势看你户头剩无偌济钱，想要钓较大尾，才无叫你汇钱，互你逃过这劫。安尼你会当安心啦。这件应该是无啥物大代志。杜守官规个人怎啊轻松起来？也毋过我的资料拢互伊知影了，这敢无要紧。听起来，这中年查甫人心内要是胆胆。先生，做你放心，只要你无甲钱汇出去，就准讲因手头有你的资料，嘛无法度变啥物把戏。小姐，甲你作做遐济时间，实在真歹势，落力咯。中年查甫人心肝底迄粒大石头，总算会当搬山位。守官用清澈的口气甲安答：毋通安尼讲，这本底就是阮应该爱做的代志。迄日下晡，杜守官伫反诈骗办公室值班，外面西北雨车通倒，离公司若等无休。值班规步久，拢无半通电话声。守官坐甲强强伫要拄久下戏，伊徛起来活动筋骨，泡一杯玫瑰花茶。当当得要甲后仔捧起来啉一喙，面头前迄台黑色电话机，袂输会晓抓时间，拄好伫即个坎站洋洋叫。杜守官互雄雄响起的电话声惊一条，顿定2秒钟久了后，伊线手甲电话筒压起来。165反诈骗专线，你好。小姐，你好。多谢你伫即个落西北雨的无聊下晡，听我吐连神。我号做吴富贵，今年拄好30岁。自退伍了后，就伫高雄园区食头路，也就是人讲的科技新贵。守官伊甲耳孔约来，一面听窗仔外一阵大过一阵的落雨声，一面听科技新贵吴富贵先生豆豆讲出难忘的造物。无毋对啦，阮的薪水有影比一般人较悬，歹势，这毋是我今仔日要讲的重点。
实在讲，我食到30岁啊，还是在色的。你敢要相信？伫科学园区要交查某朋友，唉，有影比登天较困难。所以是发生啥物代志？半月日前，有一天下晡时啊3点外，我的手机啊，迄通电话一接，煞是我规个噩梦的开始。喂，你好，请问倒一位？先生，不好意思，我叫柯丽秋，我自细汉厝内散食，高中毕业我就去工厂做工趁钱啊。讲起来也真奇怪，这位吴富贵，唔知影是互这轻声细碎查某囡仔声音迷去，或者是最想要听这个可怜的故事的结局。正当前，阮老爸得着游击病，无法度搁再做事，逐礼拜爱洗3摆药剂。阮老母为着要照顾老爸，敢若会当伫厝内做手工。小弟小妹还阁细汉，剩伊一个人咧趁钱，现出时已经负债累累啊。这位柯丽秋讲话袂输电台咧广告，伊若讲若清清楚楚，互人听到真艰苦心。伊讲，假使这位吴富贵愿意帮助伊渡过难关，就愿意做吴富贵的查某朋友。以后计互伊报答温情，算入去又阁讲：你若无法度帮助我为着排遐的负债，无法度，只好对落烟花。这位吴富贵听伊安尼讲，心肝不假动情。过定工随汇20万块予伊，无意外，正礼拜了后，柯丽秋第2摆阁敲互吴富贵，伫电话迄边要哭要啼，而且即摆愈喊愈大声。吴富贵心头落软，问讲：你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阮老母出门买菜，伫转来的路面，互一台拖拉机弄着。断脚断手，互送去病院。阮丈早就算甲无看人影。这阮丈哪会这无良心？就是啊，我国不理种甲头路死掉，一声垃圾上头烧，逐个伫病院甲厝里两边走总。因为这个缘故，厝里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啊！拜托你好心，搁一摆斗3工好无？丽秋，你莫哭啦！你即阵一倒，我马上亲身摕钱交互你。你对我遮尔好，我嘛真想要较紧见你一面啊。不过我爱照顾老爸老母，我嘛是不得已的。你也是赶紧直接汇钱互我，啊若无，恐惊爱规家伙啊，带来去跳港啊！吴富贵听了心肝掠瘫痪，随阁汇40万予伊。毋但安尼，吴富贵规工一粒心肝不时吊悬悬，烦恼丽秋小姐的安危。看起来丽秋小姐这出戏搬了袂歹，当然都爱阁继续搬落去。今仔日早起，吴富贵的电话又阁弹起来了。阮老母昨伫病院往生啊啦！丧事加上进前的债务，切咧，差不多爱过60万才有够额啦！你叫我要安怎啦？到这当时，吴富贵才渐渐感觉代志怪怪。伊甲当咧听报案电话杜守官讲：我愈想愈感觉代志有蹊跷，坚持当面甲钱交予伊。阮已经约束明仔载再去见面。小姐，你讲我是毋是撞到诈骗集团？杜守官听吴富贵落长一段话讲煞，
较我嘛知影拄着变神啊咯。吴世士，你拄着诈骗集团无毋对，你先莫甲对方拍车惊，咱才有约束，明仔早起准时赴约，时机一到，警察就会现身抓人。过顿早，吴富贵准时伫约定的公园内底出现，手拎赶一脚看起来重怀怀的卡网。苦力手一见到吴富贵，随急一个苦鬼面，要哭要啼。我真正是歹命阁衰，真不啊生菜过，规家伙仔拢袂平静哦。你的救命钱，紧摕互我。你真正是大好人，我一定报答你的。吴富贵无讲无答，甲卡网交咧苦力手的手里。苦力手透开，看到内底面全部是旧报纸，知影着调，一时嘴仔开哈哈。啊！你！苦力手紧甲卡网拼咧吴富贵的身躯顶，气骹要落跑的坎站。两女一男3位警察撞来面头前，警察甲苦力手铐手铐，去到派出所一个调查，才知影面头前这位19岁青春少女根本就毋是苦力手，伊的本名叫做心燕妮。进前，伊向吴富贵所透露的家内事，全部拢是本家规的臭大台。同迄日，检察官就以涉嫌诈欺将心燕妮起诉。吴富贵前后2摆，互拐去迄60万，早就互伊开价强要打去，落尾敢若摕转来10万块。毋管安怎讲，吴富贵心肝底对迄日西北河车通道的下晡。伫105反诈骗专线接伊电话，听伊吐念神规半部的杜秋官，充满感谢。过顶天下晡，好天暴日，杜秋官伫105反诈骗咨询专线咧值班。当伊电话筒举起来，讲出105反诈骗专线，你好。顶回受伊帮助，感恩在心内吴富贵，遂认出伊的声音。杜警官，我是想讲，为着要感谢你顶回斗3工，下班以后想要请你食暗顿，毋知敢有这个荣幸？吴富贵开嘴慢慢啊讲出要约杜秋官食饭，杜秋官一时毋知影要安怎应话。这是讲，杜秋官想讲，办公室有40-50个人咧值班，同一个民众随机敲来电话，要拄好接袂到的几率确实无悬，无定到一切拢是缘分。是讲。安尼嘛好。杜秋官不只阿莎莉答应吴富贵的邀请。迄日。吴富贵有影准时出现伫保一总队的大门口，迎接拄下班的杜秋官。双人斗阵去食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迄暗初次约会，对杜秋官甲吴富贵来讲，拢是一生当中难忘的秋天夜暝。有烟凛凛的月娘，满天的星，掺凉凉的风丝啊小棒盘。收官的，即马徛收，气候凉冷，伊热嘛爱塌咧，出门较袂畏寒。
稻树馆的耳孔边，亲像佫听到阿嬷的话。这个秋天，敢若感觉有较熟络。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秋意》是由陈金顺老师原作，王叶红编剧。剧中的人物：杜秋官、彭玉顺演出；细汉秋官李东文演出；阿嬷苏映如演出；电话女声夏玉华演出；红头西公张志宏演出；乌吉桑林瑞坤演出；吴富贵张家济演出。苦丽秋、洪昭文演出。